馬竇福音第22章第1至14節，婚宴嘅比喻。耶穌又開口用比喻對佢哋話：天國好比一個國王為自己嘅仔辦婚宴，佢打發僕人去召被請嘅人嚟赴婚宴，佢哋卻唔願意嚟，又派其他嘅僕人去，話：你哋對被請嘅人話，睇，我已經預備好咗我嘅盛宴，我嘅公牛同肥畜都宰殺咗，一切都齊備咗，你哋嚟赴婚宴吧。佢哋卻不理，有啲往自己嘅田裏去啦，有啲作自己嘅生意去啦，其餘嘅竟攞住佢嘅僕人凌辱後殺死咗。國王於是動咗怒，派自己嘅軍隊消滅咗嗰啲殺人嘅兇手，焚毀咗佢哋嘅城市，然後對僕人講：婚宴已經齊備咗，但係被請嘅人都唔配。如今你哋到各路口去，凡係你哋所遇到嘅，都請嚟赴婚宴。嗰啲僕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到嘅，無論壞人好人，都召集咗嚟。婚宴上就滿咗坐席嘅人。國王進來巡視坐席嘅客人，睇見喺嗰度有一個冇穿婚宴禮服嘅人，便對佢話：朋友，你怎麼到這裏來，不穿婚宴禮服？嗰人默然無語。國王遂對僕役說：你哋捆起佢嘅腳同手嚟，將佢吊喺外面黑暗中，喺嗰度要有哀號同切齒，因為被召嘅人多，被選嘅人少。第15至22節，納稅嘅問題。嗰時法利賽人去商討點樣喺言談上叫耶穌入圈套，佢哋遂派自己嘅門徒同克洛德黨人到佢跟前講：師傅，我哋知道你係真誠嘅，按真理教授天主嘅道路，不顧忌任何人，因為你唔睇人嘅情面。如今請你告訴我們，你以為如何呢？給凱撒納稅可以唔可以呢？耶穌睇破佢哋嘅惡意，就話：假善人，你哋點解要試探我？攞一個稅幣俾我睇下。佢哋便遞俾佢一塊德納。耶穌對佢哋話：呢肖像同名號係邊個嘅？佢哋對佢話：凱撒嘅。耶穌對佢哋話：咁凱撒嘅就應歸還凱撒，天主嘅就應歸還天主。佢哋聽咗大為驚異，遂離開佢走咗。第23至33節，復活嘅問題。喺嗰一日，否認復活嘅撒杜塞人嚟到佢跟前，問佢話：師傅，梅瑟話，誰若死咗冇兒子，佢嘅細佬就應娶佢嘅女人為妻，俾佢哥哥立之。喺我哋中曾有兄弟7人，第一個娶咗妻，冇子嗣就死咗，遺下咗妻子俾佢嘅細佬，連第二個與第三個，直到第7個都係咁，最後個婦人亦都死咗。咁喺復活嘅時候，佢係7人中邊一個嘅妻子？因為都曾娶過佢。耶穌回答佢哋話：你們錯了，不明了經書，也不明了天主嘅能力。因為復活嘅時候，亦不娶亦不嫁，好似在天上嘅天使一樣。關於死人復活，你哋不曾念過天主對你哋所講：我係亞巴郎嘅天主、伊撒格嘅天主及雅各伯嘅天主嘅話咩？佢唔係死人嘅，而係活人嘅天主。民眾聽咗就都驚訝佢嘅道理。第34至40節，最大誡命嘅問題。法利賽人聽講耶穌使撒杜塞人閉口無言，就聚集埋一齊。佢哋中有一個法學士試探佢，發問話：師傅，法律中邊條誡命係最大嘅？耶穌對佢話：你應全心、全靈、全意愛上主你嘅天主，呢個係最大，亦都係第一條誡命。第二條與此相似，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。全部法律同先知都係於呢2條誡命。第41至46節，默西亞為達味之子。法利賽人聚集埋一齊嘅時候，耶穌問佢哋話：關於默西亞，你哋以為如何？佢係邊個嘅仔？佢哋回答話：達味嘅。耶穌對佢哋話：怎麼達味因聖神嘅感動，稱佢為主說：上主對我主說，你坐喺我右邊，等我把你嘅仇敵放喺你嘅腳下。咁如果達味稱佢為主，佢點會係達味嘅仔？冇人能回答佢一句說話。從嗰日以後，冇邊個再敢問佢。